来看中华的消息，中华太子宫办宫庆，为了答谢太子爷的保庇，庙方当年拢会办到谢新名，这场面是一年比一年较大。今年因拢看到，实在用三星帝王旗，甲这个包戏顶上顶的材料，连这个底实在碗盘嘛无马虎，用是24K金的金杯，要来自鹿港的社区飞鸭旗顶，规场宴王都准备88出的餐点，开将近400万，应讲是超顶级的办到。88项料理，这全部拢是艺术品。食拜新名的餐点，民众感觉有够澎湃的。用金木来设计，展现大自然的山景。斟酌甲看桌顶的新名，全部拢是用乌仔来刻的，师傅的刀工有影有路。传统的三星无啥，挂乌灵目镜，搁食粉的烘猪仔真心色。这高级的宴会是总铺师阿洪师和因兜的人做。这是满汉全席的缩小版，等于宴请咱新名最高的敬意，浓缩的精华，结合人文艺术来呈现。中华宝岛的太子宫为了感谢太子爷保庇，当然拢会举办宴会，搁叫做宴王。宴王对办桌真要求，要透过食材雕刻摆盘，互大家会当欣赏到这的食材制品。介普通的菜吼，做敢若艺术品，搁会当食安尼美丽，搁会当安尼食起来安尼吼，安尼非常可口安。那好看嘛好食，这底食的碗盘嘛袂当凊彩，用金仔来做杯啊、灰啊，规场办桌拢总开卖400万。整个成本连餐具、连桌椅、连食材的话，总共经费快要400万左右。总务师讲，高水办的办桌是想要感谢新名，办连续煞10几年的宴王桌，一年比一年更加拍手、更加热烈，就是要甲传统文化传承落去，嘛要互民众看到无同款的办桌文化。